司法改革推动满6周年啊，行政院、司法院也个法务部今日共同举办成效记者会，会中指出，讲895社的民众对司法改革是满意的。这其中改革一大重点就是国民法官薪资实行较大有袂少的批评。司法院长柯宗力也回应讲，今年还未结束，也会继续办课程，协助律师来提升实力。满意度从3成多，现在已经高达将近5成。这样的一个呈现的结果，我相信可以让国人知道，这6年来在大家的齐心努力底下，我们司法已经渐有成效，但不能自主。讲人民对于司法改革有感觉，满意度大大提升，愈来愈侪人对于司法更较信任。司改推上满6周年，一大重点项目就是国民法官新制度。拍广告宣传，新制度予法庭加国民来参审。今年原来正式上路，实施到即马8个多月，高庭法院收案量超过50件，4件宣判，甲司法院所预估的头一年会有300件，明显有差，是不是伤看重新制度的效果呢？各界可能会认为我们是不是高估了啦？哈，那么到目前为止是55件，不过呢，这一个我们1年呢还没有过去了啊，所以我们还不是很清楚。那么我们也相信的是，因为呢这一开始新制的实施，那么检方可能呢就是会比较谨慎。新制度实施了后，也引起法界甲民团质疑，包括检辩资源无对等，造成法庭的攻防无公平等等。司法院回应，拢有持续办课程，强化律师的实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